来继续来讲，这个上久无落雨咯，水库欠水，嘛出现着未少的奇景。像云林的乌山水库，目前储水率只有38.9%，水位上低，互原本沉溺的水底白色的石头现出来，甲本地伫水面上的黑色的石头形成着黑白强烈的对比。另外，伫一外潭，这个储水率嘛剩61.8%。原本设计伫水位上悬的时阵，用来予水溢流的溢流井，即摆嘛看现，将做一个正神秘的乌坑。来到乌山水库，真侪民众发现岸边的石头有两种无同款的色水，靠我水面的是白色，啊离岸边近的是黑色的。根本就是黑色的，迄就是水位啊。很低了，以前都来到这嘞。管理单位解说，白色石头是本正沉伫咧水内底，啊因为最近欠水，全部看现，和本来伫咧水面上的黑色石头相比，这种奇景嘛，搁到大家知影讲，即摆水情是不加紧张。现在的水位高层在193左右哈，蓄水率是在38.9%左右哈。那还是呼吁哈，那用水的民众哦，能够节约用水。欠水出现的奇景，搁另外潭为空气角度看下骹，潭水内底出现一个黑色坑。当地大关发电厂解说，这个神秘的乌坑是溢流井，水位受过悬的时，污水就会流入去这坑内底。我即马水真少，就含溢流井四周围嘛无污水。这个溢流井的高度是78.48，等于说就是说我们日月潭的最高水位。那目前来讲，因为水位偏低的状况，所以说它裸露出来。另外，因为水位降低，日月潭湖底暗门图嘛规个看现，真侪过去要来遮耍啊物件落落湖底民众，最近嘛开始转来找宝藏，亲像人捡到2年前落落湖底手机啊，也毋过真可惜，已经廃弃无法度开机，互民众感觉转来找宝藏有够神奇的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